成日都話藝術係自由嘅，但係我畫落去會不得有人喺度監視緊我，根本就冇自由。老師話素描嘅結構要好，光暗亦都要準，但係從來都冇人問我最近瞓得好唔好，攰唔攰？我以為畫得真實就會有人明白我有幾唔開心，原來大人想要嘅只係睇落去開心嘅畫。我想令生活甜一啲，結果都係苦到透晒。係啊，唔好畫得太夜啊！聽日仲要返學㗎。如果有種糖可以令一切變得好，係唔係壓力就可以停一停？放學之後，成個操場都係同學仔一齊嬉戲嘅小聲，我就好似行去另外一個世界咁。得阿蘭仲會真心咁問我點啊？阿妹接波，我有樣嘢俾你啊！哇！你黐線㗎呢啲嘢？哎呀，聽啲朋友話食完就會輕鬆啲，瞓得好啲，試一次啦，冇事㗎。佢話只係一粒糖，如果真係可以令我休息一陣，咁自私一次得唔得？線條開始鬆散，牆都變軟咗，壓住胸口嘅舊石好似真係放低。甜味消散嘅時候，世界變得好狼好遠。有人暈倒啊！快啲 call 白車啊！有啲聲好嘈，好多腳步聲，個碌喺地下碌緊。我好想問喺邊，但我出唔到聲啊！畫今畫嗰陣時，我成日就驚啲線條會歪。依家我最驚嘅係條線會停。佢仲係一個細路女咋，佢都仲未考大學，都仲未。佢之前最掛住畫畫㗎，如果佢知道佢自己可以幫到第二個人，佢應該係。阿欣，對唔住啊！如果阿媽早啲發現你有幾辛苦嘅話，我仲未畫完，如果可以，我仲想畫落去。手術之後，醫生話我要學習同一個陌生嘅心一齊生活。一開始我只係聽到我嘅心跳聲，好似有人喺牆嘅後面敲門咁樣。但係有時又好似海浪聲，個心好似急住想講啲咩咁。我係林晴，我係一個插畫師。我畫過好多唔同嘅主角，但係今次好唔一樣。喺畫紙上嘅每一筆，好似都唔係我自己揀咁嘅，係一個新嘅心帶住我隻手去畫。醫院話今日有個展覽好值得我去睇，於是我就去咗睇下。喺學校嘅展覽入面，我見到一個好與別不同嘅視藝學生嘅畫作。直到去到一個展館，我感覺到觀賞嘅人好似都帶住某種嘅哀傷。我細心咁觀賞展館裏面嘅作品，我見到一本筆記，
啲字好急、好亂、好迷茫，但係每一筆都好誠實。筆記上面寫住我想令生活甜一啲，結果好苦。嗰一刻我嘅心跳得好快，我忍唔住，我好想同筆記主人講一聲，能夠勇敢咁樣講出口嘅苦，先可以令生活變返真正嘅甜。然後我嘅眼淚就忍唔住啦，我嘅心好似感受到筆記主人感受到嘅委屈咁樣。有啲故事未必有時間拍成電影，但佢可以變成一本繪本，教識人點樣珍惜生命，點樣保護自己。我係阿蘭，係呢一本筆記主人嘅妹妹。我好內疚，亦都好掛住我家姐啊！從翻開每一本筆記嘅每一頁，我都可以感受到我家姐嘅痛、焦慮同埋抑鬱。有一日，學校話有個畫家想延續我家姐未完成嘅繪本故事，佢話希望能夠完成家姐嘅心願。我同佢見咗一面，一路嘅講返家姐過往嘅事情俾佢聽。你好，我係林晴，今日係我本甜試讀新書發佈嘅日子。甜試讀並唔係一本教科書或者圖書。多謝大家今日嚟到甜試讀新書分享會。而家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歡迎作者林晴老師。多謝大家嚟臨我嘅新書發佈會。其實一開始嘅題材並唔係我想寫嘅。啱啱開始嘅時候，你會見到一幅好灰嘅畫。畫嘅主人成日都覺得自己畫得唔夠好，同埋唔夠開心，因為佢太真、太痛。佢係一個人用自己嘅生命寫低嘅一篇唔好試嘅故事。但係到最尾，你哋會見到一班細路將寫住毒嘅糖抌入垃圾桶，因為佢哋知道壓力可以分擔，毒品不能共享。當初呢個簽名，我只係念住唔好白白浪費呢一個心臟。捐贈者嘅母親，多謝你應承捐出你個女嘅心。你個女而家仲教緊人哋點樣活下去。藝術可以重生，但係生命只有一次。呢句嘢係俾仲喺壓力中掙扎嘅你，令你明白拒絕先係力量。幾年後，阿蘭成咗一位動畫師，製作咗一段禁毒嘅動畫。喂，細路，我哋嗰啲大麻糖要唔要試下？當時唔知咩係大麻糖，咁就試咗。本身淨係諗住試下，但係一試就翻唔到轉頭，甚至乎係去揾一啲效能更強嘅大麻糖。因為本身嘅大麻糖已經越食越冇癮，同時亦都喺網上越買越多，花費咗我好多金錢。再之後，我嘅身體開始出現不適，同時亦都產生咗好多幻覺，情緒都變得好唔穩定。儘管如此，我都係繼續 keep 住食緊大麻糖，唯有咁樣先至可以舒服啲。再之後，我個樣變成咁，成個人顯得好頹廢，然之後就冇之後啦。喂，呢度邊度嚟㗎？呢
呢個係我嘅大腦？點解我嘅大腦會變成咁㗎？喂，呢個咩嚟㗎？等我睇下先。喂，唔好掂啊！你掂咗，你成世就冇㗎啦。